有诗书气自华。北宋嘉佑2年，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。此题正合我意。主考官欧阳修翻阅试卷，又是陈词滥调。忽见一篇奇文，拍案叫绝：好文章，气势众乖，文理自然，此人胸有万卷。但他怀疑是门生曾巩所作，未避嫌，判为第2。放榜那天，苏轼名列第2，旁人惊讶苏轼是谁？苏轼淡然一笑，第2也好。苏主任是谁？第2名啊！第2也好。30年后，无人再道我户阳修。那时，天下将只知苏轼。腹有诗书何惧第2？